第10章浴火重生。那天海翻起巨浪，颳起大風，他可以回來嗎？10小時後的晚上，一個全身濕透赤腳的少年，就像從地獄回來到果欄家，是張飛。原來他不斷游，卻被海浪不斷的拍打，改變方向。10小時後衝去黃金海岸沙灘上岸，他回來了。天意啊！其實他只想向前游，游至力盡死掉算啦，就和他愛妻融於海中。我選擇了你，但江湖選擇了我，命運早有安排。永別了 Linda， 一路好走。男人從痛苦經歷中走出來，浴火重生，脫胎換骨，骨頭一次比一次硬，人一次比一次堅強，內心卻一次比一次溫柔。痛是需要忍耐的，重大創傷而沒有崩潰毀掉的男人，學會面對挫折，學會眼淚心裏流。當人到了傷痛不必到處訴苦時，便是進入了另一境界。愛一個上一課，男人失去自愛，都比一帆風順的男人多一份包容。張飛向老爸說：我想行開下，我去當兵。老張止唔了一聲，向他送上擁抱。畢竟他需要離開這個傷心地，不想有煩惱，但需要有事情忙去麻醉自己。張飛這個人就是大情大性，大喜歡，大憤怒，大悲哀，大安樂，投入每一種情懷。他當兵不是逃避，不是懦弱，而他需要靜一靜，透一透。他明天就去報名參加華籍英兵，很快就取錄他，簽約4年，和眾朋友道別。他的生意就交給西非和清白業去處理，而他兩人也同時升為社團紅軍高級職員，帶領其他弟兄。那時張飛剛滿17歲，由於未足18歲要有父親簽字才可以入伍。張飛本身是個軍事迷，能參軍感覺相當期待。初入伍的新兵要接受20個星期訓練，新兵由零開始，會洗腦式地訓練出標準士兵。他們以前學校和社會學過的，也可能不符合軍隊標準，所以可能犯錯，但軍隊不允許犯錯，所學的是一致，所錯也一致，全體受罰，養成大家互相協助和關照。張飛到來目的是不想去思考，去找事情麻醉自己，人自然收起本來反叛和野性，變得服從。只有 yes 上沒有 no 上和 why 上。軍中生活最吃苦是體能和紀律，還有要學步操、槍械、做軍務、叢林作戰、急救、野外求生、耐力跑，甚至乎攀石、風帆、滑艇、跳傘也一應俱全。對於這種訓練的強度，張飛只覺得如熱身般輕鬆。相比他自小受犬聖阿披勒的飛人道訓練，只有如小菜一碟。有一件事是張飛很討厭的，在荒山野嶺訓練，有時是1個星期，在山上生活，沒水可沖涼，而且在叢林中的大小便要用膠袋裝起，再放回自己背包。由於真正打仗是不能留下有士兵到訪過的證據與痕跡和氣味，以免暴露行蹤。另外有一件事也難到他，就是要學英語。軍隊多用英語交流，也是升職是必須的。軍隊中有着白人、印度人、尼泊爾人、華人之間也有種族歧視，所以華兵會付出比英兵更多努力，才獲英兵認可。張飛哪會容許自己落後於人，所以各項考試都以破歷史紀錄得分完成，而且他英文也克服了，自然受到軍中注意。尤其搏擊運動方面實在前無古人，太超班。完成基本訓練後，自然受長官推薦，他首先要和所有新兵一樣，必須派到運輸部的車隊學習多種軍車駕駛。由於他自小以揸大膽車來非法賽車，擁有豐富經驗，上司也覺得對他只會浪費時間，就調到新兵訓練營教新兵搏擊術。當他教授時，更融入了國術和泰拳。軍營就如小社會一樣，有廚師、保安、護士、土木工程各工種。他廚藝了得，又揸鑊鏟又揸槍，當中還要應付大量英文試、升級考核、人力管理、軍事計算、溝通技巧、當代英軍通識、問題解決、部隊指揮、體能測試及臨場演講等科目。
對於剛拿了英文進步獎，便難不到他。他又是軍隊的神槍手，軍隊亦能提供場地設施、子彈任射的練習。他的表現吸引英國最精鋭部隊英國特別空勤團 Special Air Service 即 SAS 邀請，世界5大特種部隊之一，更是二戰時創辦，是世界第一支特種部隊，現代戰術開創者和各國的楷模。特種部隊成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成員更各有本領，專作偵查、滲透、追擊及反恐等。全部成員必須智勇雙全，應變快速。特種兵成員處事方法有別於一般的服從性。當收到任務後，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解決，因為你們每一個都不是普通人，都是千挑萬選的士兵。你的方法就是部隊的方法，不像常規兵般軍令如山。這一點太適合張飛的個性。除了他，在6000個華籍英兵中，還挑選了另外13人一起到英國受訓。貴為特種部隊，自然要有超人的耐力，接受更多的訓練，行動分秒必爭，而又要保持極高的心理質素。一行14人成了一組，完成訓練後在英國執勤。張飛就是該組隊長，而且該隊成績與表現也極之突出。另一眾前輩對這班華人兵刮目相看，14人各有所長，能力和張飛接近，而張飛專長自然就是格鬥。公寓時在英國，他們也成立了一支足球隊，和其他球隊對戰，所向無敵。甚至英格蘭頂級聯賽也找他們作閉門友誼賽，實力不上伯仲。以球隊能力，隊員如果去當足球員，可以賺得更多更多。誰人也可以在歐洲頂級聯賽立足，但他們就只愛當兵，沒有加入聯賽，純以玩票性質。球隊名字叫做最佳陣容 Best Team。除了張飛，球員全是中國和外國的混血兒。其中3人是張飛小時候已經認識的，他們以母籍成績作排名，名字順序是1張飛 Penichu 最佳陣容隊長，2馬當拿，父親是香港人，爸爸是老張左右手馬王。馬王分別和3個不同國籍女子生了3位兒子，所以自小認識張飛。大仔是和阿根廷女人所生的，3美斯，阿根廷香港，4告魯夫，荷蘭中國混血兒，5斯朗，香港葡萄牙，斯丹弟弟6碧根包華，德國中國7斯丹，香港法國，有一弟弟斯朗8迪史提芬努，西班牙中國9耶辛，中國俄羅斯10馬圖斯，香港德國，馬王兒子11白比摩亞，英國香港12巴里斯，意大利中國13馬甸尼，香港意大利馬王三子14杜林，香港法國阿爾及利亞裔移民，有着黑色皮膚。馬家3兄弟的父親就是當年老張的左右手馬王與牛佬的馬王。馬王在60年代尾已經出國揾食，在3個國家分別生了3個兒子。後來老張當上坐館，馬王回來幫手。不久老張淡出江湖時，他又再次離開紅飛社，在意大利華人幫會生意做得很大，已經是一頭國際大鱷，比父親老張還厲害多。馬王分別讓3名兒子作華籍英兵，2代磨練。馬王在西德有一個中國籍和德國混血兒拍檔，名叫斯拉，也在外國生了2個兒子，斯丹和斯朗，也跟住馬家3兄弟一齊入伍。他們在母籍上定排名，但如榜末的杜林也有張飛的8-9成能力，但張飛對戰和馬當拿、美斯、告魯夫、斯朗等只是稍勝。11金剛當然和最佳陣容絕對不能相比。張飛常跟自己能力相若的人為伍，武術交流習覺加大成，功夫有着極大的進步，比跟隨阿霹靂時期所學的還要多，令他武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境界。這隊特種部隊執行了不少政府不方便的任務，他們實在厲害得過分。其中有一次部隊立功後，更獲得可以和英女王午餐的機會，因此要他們惡補禮儀，
英國軍部對最佳陣容的評價為：如果他們生於古代，在未有炸彈槍械之前，他們14人可以改變任何賽果。其中馬當拿、告魯夫、碧根包華、迪史提芬努和耶辛5人年紀稍大。1982年，他們剛受完訓後，便被英國招攬參加對阿根廷的福克蘭戰爭。14人中，張飛和美斯年紀最輕，以告魯夫和碧根包華最有頭腦和領導才能。後來英國軍部刻意栽培這14位年輕的華籍兵，不斷地給予考試和機會發揮。在91年更被派去塞浦路斯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，為首批華人參與維和任務，平定了一個暴亂。張飛更升為少尉。他入伍2年才剛滿19歲，是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少尉。後來他終於回港服役，回港後得知雄飛出現巨變，豺狼他已經出獄，必再起風雲，誓要報仇，目標是他不會來，老爸和弟兄必有危險。張飛辭職提早解約，這事情令英國軍部很不高興。對於浪費了SAS重點栽培的心機與資源，張飛的確有負於人。回港後的他已貴為少尉，已沒有幾多人可以給他面色看。91年他正式提早解約退役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如果命運能選擇，他也會繼續做下去。但江湖不會放過他，而他在軍中所學到的，在社團管理與實戰有着極大幫助。至於張飛的喪妻之痛，心情也好得七七八八。我會懷念他，他要我好好的快快樂樂活下去，不要放棄幸福機會。他妻子個性成熟，冇私心，不會自私地要我終生不娶，以作懷念他。反正自己也辦不到，人總會面對生離死別，一切皆是天意，不需抱怨。娶完吧，就來世再做夫妻。退役後回到果欄，得知聯發社前龍頭豺狼出獄。豺狼他現在講說話，要用一個小小金屬按在自己頸部穿了的肉洞下面，靠喉嚨震動發聲。他每次講說話，也對這個叫張飛的少年恨之入骨。如果沒有他，他也不需要坐這10幾年監。一早表明要出獄後本利歸還，親眼折磨他致死，更將要吞併雄飛，要雄飛社在地球上消失。現在聯發社最高辦事人是2年前公投選出來豺狼的兒子豺九，他年約30歲，也是坤哥的情敵。他在任間大搞毒品生意，非常財雄勢大。當初張飛未入伍前，聯發社和雄飛社跟另外和英堂、老兄會為全九龍區的4大老牌幫會，實力平均，都同樣以九龍為基地。後來豺九在毒品運輸生意上，有意將一些低風險高回報的枝節交給老兄會去做，至於其他生意就交給和英堂，令兩幫高層得益不少。